多謝大家使用 BOSS 嘅電器，嚟緊同大家介紹返呢部嵌入式無霜冷藏櫃嘅使用方法同保養說明。呢部冷藏櫃嘅總淨容量有289升，設有專為香港潮濕天氣而設嘅360度全方位防冷型系統，屬於市場上最頂級嘅防潮程度，為櫥櫃提供最好嘅保護。特別嘅自動開門助手可以幫助用家輕鬆開門。設有專為名貴新鮮食材而設嘅 VitaFresh Premium 攝氏0度保鮮櫃桶，更有效延長食物嘅保鮮期。採用變頻壓縮機，當然唔少得高效急凍嘅極速冷藏功能啦。原產地係德國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冷藏櫃入面嘅設計。控制面板位於冷藏櫃最高位置，下面就係一般食物儲存嘅位置。需要存放一啲大型食材，可以先將靈活式層板拆出嚟。小朋友嘅食物可以放喺拉燙式層板上面。蔬菜水果建議放喺鎖濕保鮮櫃桶，而高級新鮮食材就放喺攝氏0度保鮮櫃桶度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控制面板嘅功能。控制面板位於冷藏櫃頂部，而最右手面位置就係主開關。開着咗冷藏櫃之後，壓縮機就會運作開始製冷。冷藏櫃嘅溫度範圍由攝氏2度至攝氏8度，建議嘅冷藏溫度為攝氏4度或以下。想降低溫度嘅話，可以撳左箭嘴；想提高溫度嘅話，可以撳右箭嘴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 VitaFresh Premium 鎖濕保鮮櫃桶嘅用法。VitaFresh Premium 鎖濕保鮮櫃桶適合用嚟儲存蔬菜同水果。儲存蔬菜為主嘅，可以將調節器擰去右手邊高保濕效果；儲存水果為主嘅，可以將調節器擰去右手邊正常保濕效果。如果蔬菜同水果嘅儲存量都係比較平均嘅，可以將調節器擰去中間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 VitaFresh Premium 攝氏0度保鮮櫃桶嘅用法。專為名貴食材而設 VitaFresh Premium 攝氏0度保鮮櫃桶，儲存溫度為接近攝氏0度，更有效延長新鮮食材例如刺身、生蠔及高級肉類嘅保鮮期。因為係接近攝氏0度嘅環境底下，可以大大降低肉類表面上微生物嘅活動，而且肉類仍然保持係一個柔軟狀態，可以即時處理，一舉兩得。如果想更快冷藏食材，可以選擇極速冷藏功能，壓縮機就會加快製冷，做到更快速嘅冷藏效果。長時間開住櫃門嘅話，會有警示聲提醒用家。如果想熄咗個警示聲，撳一下 Alarm 提醒警示就得。關於自動開門方面，冷凍櫃設有自動開門功能，用家只需要按壓一下門中間位置，門就會自動打開。用家亦可以設定一個適合自己嘅按壓力度。首先我哋按壓一下門中間位置，門打開之後將門拉開，等到下面個開門器收回之後，我哋閂埋櫃門。之後重新壓一下門中間位置，門打開後將門拉開。係控制面板位置，撳住 Alarm 提醒警示2秒。呢個時候大家可以根據顯示屏所顯示嘅數字，用左右箭嘴去選擇按壓力度。1代表低按壓力度，2代表中按壓力度，而3代表高按壓力度。選擇完按壓力度之後，冷凍櫃會重新顯示返先前設定嘅溫度。關於注意事項及日常保養方面，請定期檢查有冇過期嘅食物。初次使用嘅時候，記得等到啲食物凍晒之後先放入雪櫃，避免雪櫃溫度上升影響埋其他食材。需要存放大量常溫食物嘅時候，請預先啟動極速冷藏功能。
請使用雪櫃專用清潔劑去除污漬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大家選用 BOSS 嘅電器。